故事要從2000幾年前嘅戰國時期開始講起。嗰陣時嘅楚國有一位才華橫溢、心繫百姓嘅大臣，佢就係屈原啦。佢滿懷理想，主張改革圖強，希望楚國可以變得強大富足。然而正直嘅屈原卻遭受到小人嘅妒忌同埋陷害。昏庸嘅國君聽信讒言，將佢一次又一次流放在外。屈原憂國憂民，常常獨自徘徊喺江邊，寫下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嘅詩句，表達內心無盡嘅悲傷。終於到咗農曆5月初5，秦軍攻破楚國都城，國家即將覆滅，理想破碎，佢悲痛欲絕。為咗表達自己嘅忠誠同埋絕望，佢抱起石頭，縱身跳入汨羅江，以身殉國。消息傳嚟，百姓悲痛萬分，於是紛紛划船尋找佢嘅身影。百姓仲將米飯、雞蛋、豬肉包裹起身，投入江中，希望魚蝦食飽之後就唔會傷害屈原嘅身體。就係咁，每到端午節，我哋都用呢啲獨特嘅方式紀念呢位愛國詩人屈原。